台南有湿地环境这乌面腊杯顶鸟类真爱来遮过冬，不过有人讲这七股八门菜真侪光电棒，会影响到乌面腊杯数量。台南市长黄伟哲今日出面补会，讲今年1月有监测这乌面腊杯数量有2200多只，平进前国较侪，也强调这寡话拢是无影无食的。湿地内底规定乌面腊杯伫水内底敲来敲去，嘴唇落去水拉，当咧找食物。逐当乌面腊杯拢会飞来台南7个湿地保护区过冬，其中溪北地区遮有真侪光电，防传讲安尼影响生态，甚至造成乌面腊杯数量减少。台南市长黄伟哲伫美种野铺文补会，讲这是无影无食的代志，毋过民众煞有无共看法。我是不太认同，因为我们这个台南的居民，尤其沿海的居民，他们的抗争是一波接着一波，不管是养殖或是农业，都他们的产业受到了影响。我相信专家，我不相信民众的一些谣言。黑面琵鹭的族群来台湾，而且来台南的族群屡创新高，所以真的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这么仇视光电，为什么这么仇视绿能？难道一定要让这个温室气体这个让台湾污染更严重，他们才甘心吗？保育类的乌面腊杯，特别的是伊的喙敢若藤丝啊，请真侪民众来观赏。根据全球普查总数记录，今年正月台南有2279只，是这7冬来数量上济。目前北风开始吹，已经有500只先飞来。是安怎应该来遮嘞？台南市生态保育协会指出，关键是台南有多元化的湿地环境。台南地区有设一个300公顷的乌面腊杯的迄个保护区以外，包括7个顶山的阿胶四侧保护区、客家的湿地、北门北江街口，足侪湿地拢适合咱迄个乌面腊杯来栖息、来度冬。为着要甲生态教育向下定根，市有参学会要伫咧28办乌面腊杯保育规划冬，要互民众骑脚踏车踅保护区，哪行哪观赏。另外，因阁甲经典相片做成邮票，要送互来参加的民众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